呢一幕發生喺一間看似平凡卻承載百年信念的 Marks and Spencer 店鋪之中。貨架之間不只是商品，而是一代又一代英國家庭熟悉的日常。畫面中的顧客手提着簡單的生活所需，而店員臉上的笑容並非程式化，而是一種長年累積下來的文化。抬頭一看，牆上的標語正提醒着所有人，但 T.S. the price, it is a penny。這不只是一句口號，而是一個從19世紀延續至今的承諾。品質、價值、服務，在這裡，價格是清楚的，品質是被堅持的，而顧客是被真正尊重的。顧客永遠完全正確，不是縱容，而是一種責任。在快節奏、追求效率的現代零售世界， Marks and Spencer 選擇慢一點、穩一點，守住那份對人的尊重。因為對 M&S 而言，這不只是一宗生意，而是一段與顧客同行了超過1個世紀的關係。未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先注意投資免責聲明，呢個唔係投資建議，只不過係分享資料嘅頻道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價格可升可跌，投資應量力而為。投資前應尋求專業人士意見。本頻道不會為你的任何損失負責，你必須自行承擔所有責任。進入今集內容之前，大家可以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comment、share， 壓下個響鈴鐘，咁以後一有新片 YouTube 就會即刻通知你。最好當然梗係 loop 多幾次呢條片，加深你嘅印象同記憶。睇晒所有嘅廣告就為之 very good 啦。1884年的英國仍然處於工業革命的後段，城市快速擴張，但貧富差距極端嚴重。在列斯的卻極 market， 你見到的不是繁華，而是生存。工人一星期工作6天，每日10幾個鐘，只為換取勉強糊口的工資。就在這個環境下 ，Michael Marks 出現了。他不是企業家出身，不是富二代，甚至連英文都未算流利。他只係一個移民，一個知道被人呃價錢係乜嘢感覺的人。所以當他寫下但 T.S. the price, it is a penny， 其實唔只係定價，而係宣言。我唔會呃你，你唔需要低聲下氣。呢個概念放喺今日好普通，但喺19世紀英國係極度前衛。1814年 ，Michael Marks 懂人性，但他知道自己唔懂系統。Thomas Spencer 出現，正補上呢個空缺。Spencer 係會計師，相信紀律、賬目、流程。兩個人，一個來自街頭，一個來自制度。Marks and Spencer 唔係浪漫的名字，但卻係最實在的組合。賺錢，但要賺得乾淨；成長，但唔可以失控。呢種 DNA 之後貫穿咗 M&S 141年。1901年 ，M&S 已經開始做一件同行未理解的事，佢哋唔再只係賣貨，而係管理供應鏈。辦公室代表決策，貨倉代表效率。喺當時，大部分零售商仍然靠經驗、直覺、熟人關係。M&S 已經開始用數據、記錄、流程，呢一點令佢哋可以控制成本、穩定品質、快速擴張，而唔會崩潰。1926年 ，Marks and Spencer 成為有限公司，呢一步意味住一件事：企業開始對未來負責，唔再只係老闆一人話事，而係要考慮員工、顧客、社會、法律。好多百年企業其實都係死喺呢一步之前，但 M&S 選擇行得更遠。1928年 St. Michael 出現之後， M&S 做咗一個非常冒險的決定。如果質量唔好，唔好怪供應商，怪我。自家品牌意味住風險全背上身，但亦意味住信任開始累積。1931年 M&S 食品線唔係為咗平，而係為咗安心。冷藏、包裝、日期、來源，全部領先英國零售業。佢哋唔只係賣食物，而係幫英國人建立現代家庭飲食。1939年，戰爭唔會問你準備好未。M&S 門店被炸，供應中斷，員工被徵召，但佢哋選擇撐住。喺最困難嘅年代，品牌價值唔係寫喺廣告，而係寫喺選擇入面。1950年，自助式購物係革命。我相信你會誠實。我唔需要監視你。呢個理念令購物變得輕鬆、有效率、有人性。1953年，呢句話唔係口號，而係營運哲學。M&S 願意退貨、改良、承擔錯誤。呢種文化建立咗跨世代的忠誠。
來到咗故事記中段，大家係時候活動下你記手指，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comment、share， 嗱下個響鈴鐘，仲有睇晒啲廣告咯喎。好，手指活動完，我哋又返返去個故事度先。1860年，當 M&S logo 出現喺歐洲地圖上，代表英國零售文化正式輸出，品質、誠實、穩定，成為英國品牌的代名詞。1998年 M&S 站喺巔峰，但歷史話我哋知，最高峰往往最危險，成功開始變成包袱。1999年 M&S 上網，但文化仍然偏向實體，呢個矛盾埋下之後10幾年的挑戰。2007年 Plan A 唔係為 PR， 而係企業自問，向右如果我有影響力，我應該做乜？環保、供應鏈透明，成為新一代企業責任標準。2012年銀行業本質係賣信任，而 M&S 正正擁有。2019年 M&S 承認自己唔係科技公司，所以選擇合作而唔係硬撐，呢係成熟企業嘅智慧。2022年關鋪轉型聚焦食品，唔係衰退而係重生。2026年網絡攻擊管理層延任，新產品嘗試。M&S 面對一個殘酷現實，老品牌仍然要學新世界。141年真正留下來的是什麼？唔係規模，唔係利潤，而係信任。This is not just food. This is not just retail. This is 141 years of choices. This is Marks and Spencer。大家睇完咁豐富嘅內容，記住俾返個 like、subscribe、comment、share， 嗱下個響鈴鐘。若果仲有時間，就睇多次呢條片，睇埋所有廣告，然後就等我好快會出記下一條片。多謝晒你啊！